考模咧就同你做每件事一樣嘅啫，你做任何一件事都係得兩個結果，一係就成功，一係就點啊？成長。一係就成功，一係就成長，我哋冇失敗嘅。所以呢，就算嗰一日你覺得有啲挫敗嘅感覺，其實就係為咗令到你有成長嘅空間嘅啫嚇。所以大家呢，好好珍惜呢個體驗。咁呢同學會問我：喂，阿 Sir，今年份卷呢出得深唔深啊？咁其實呢，你話問翻一個問題啊，其實近年嘅 DSE 出得深唔深啊？上年深唔深啊？其實近年係越嚟越深嘅。所以呢，即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老師呢，我哋份卷呢都係會越嚟越深嘅。咁我寧願呢，你到時考完之後，你覺得我份卷深，但去到 DSE 你覺得淺，咁係咪開心過你倒轉啊？咁所以呢，嗱，到時你做完啦，你有定嘅心理準備，你會唔係咁開心嘅當一日。當日你會懷疑自己人生嘅，你會覺得哇死啦，我係咪好唔掂啊？咁樣係會咁樣嘅，但係唔緊要，即係你記住。